你是否知道我哋嘅皮膚及頭皮喺我哋沖涼嘅時候，無形中會吸收好多隱藏喺水中嘅有害化學物質，長期之下就會嚴重損壞我哋嘅頭髮及皮膚，甚至仲會威脅我哋嘅健康。來自匹茲堡大學嘅水化學教授喺 The Nature Report Travel Water on Tap Center for Study of Responsive Law 指出，我哋嘅身體透過沖涼、梳洗及呼吸所接觸嘅水源蒸發化學物嘅機率，比直接飲用食水仲要高出100倍。而氯就係其中一種最廣為人知嘅水源化學物質。根據科學研究顯示，如果人體長期吸收氯，皮膚就會受到嚴重損害，而導致我哋嘅皮膚乾燥、敏感、痕癢及老化。除此之外，仲會衍生甩髮、頭皮、頭痕，同時仲會出現髮尾開叉等。所以每日用乾淨冇氯嘅水嚟沐浴，對人體健康係非常之重要。結合韓國高科技發明 Aromacy Spa 花灑，突破咗一般傳統花灑嘅設計。佢特別設有維他命 C 精華劑，佢係由維他命 C 精華同熏香精油混合而成嘅。Aromacy Spa 花灑中嘅除氯功能係結合最新嘅除氯科技方法，佢採用維他命 C 還原方式，瞬間就可以將氯去除，為你提供適合美容肌膚及保養秀髮嘅弱酸性淨水。咁我哋嘅皮膚及頭髮就可以避免受到氯嘅侵害。仲有水裏面嘅維他命 C 對我哋嘅皮膚有好多好處，佢可以同時提高肌膚嘅抗氧化功能，有效地避免細胞受損以及遠離老化嘅現象。每支精華劑所含有嘅維他命 C 就相等於3000粒檸檬嘅維他命 C 含量。如果長期使用，肌膚就會變得更加柔滑美白，充滿彈性，同時亦會減少甩髮問題，令頭髮充滿光澤，更加健康。如果你覺得壓力太大、精神緊張，你可以選擇具有薰衣草精油嘅維他命 C 精華劑，佢可以舒緩你緊張嘅神經，放鬆你嘅心情。再加上 Aromacy Spa 花灑嘅水壓比普通花灑高出1.5倍，所以借住水力嘅衝擊，讓你喺屋企都可以享受到奢侈嘅水療按摩。除此之外，花灑內嘅遠紅外線能量珠可將水分子微粒化成為小水分子，令皮膚更加容易吸收，達到滋潤效果。除此，透過佢獨特設計嘅三角形孔花灑所流出嚟嘅水源會更加幼細，每年可以為你節省用水量高達幾萬公升。而花灑上嘅不鏽鋼灑水板嘅獨特三角形出水孔係以天然瀑布撞擊原理設計，喺你沐浴時會產生每毫升幾十萬個負離子，比天然瀑布周圍所含有嘅負離子仲高出100幾倍。而呢啲負離子有助於促進血液循環，為你解除疲勞。除此之外， Aromacy Spa 花灑使用擁有高密度過濾功能嘅不織布，能濾除水中嘅雜質，讓你享受更優質嘅乾淨水。Aromacy Spa 花灑亦都適用於任何種類嘅熱水器，為你減少好多安裝上嘅麻煩。如果同 Hexagon 活水沐浴器相齊並用，仲可以去除水中嘅重金屬、沉澱物或污染物等，為你帶嚟雙重保護。Aromacy Spa 花灑帶俾你充滿維他命 C 同香薰療法嘅沐浴享受，讓你擁有更柔滑嘅肌膚、更健康嘅頭髮。